Hello，大家好，歡迎收睇粵語焦點，我係阿玲。房地產巨頭接連爆雷，四個大老細接連被拉，企業高管集體辭職着草。今年嘅房地產行業好似迎來咗第二個低谷期，唔單止係房屋嘅價格仲喺度不斷下滑，就連曾經嘅房地產大老細亦都冧低。曾經高高在上嘅大老細一個接住一個出事。企業高管亦都開始收拾包袱着草，而有人話呢個先係房地產欣欣向榮嘅開始。點解房地產巨頭喺今年出咗咁多問題呢？房地產真係唔得啦咩？今年以嚟，地產圈可以話係遭受咗一度又一度嘅雷霆。當人們仲喺度討論年初正榮地產嘅歐宗榮被採取強制措施時，太和嘅王岐森亦都被監察委員會留置啦。呢啲曾經叱咤風雲嘅大老細接連出事，令我哋忍唔住想問一句：房地產係咪真嘅唔得啦？成個行業走下坡路，呢啲大老細又接連被拉，表面上係高管落馬，人心惶惶，但其實事情並冇咁簡單。喺深層次中，呢個係行業正喺度被顛覆。或者話係想要重新建立一套新嘅體系。過去地產圈總有人抱住僥倖嘅心理，覺得盤數做得好睇就可以瞞天過海。但而家呢個玩法唔得啦，大數據分析同埋區塊鏈嘅追蹤技術已經俾監管裝上咗火眼金睛，想喐手越嚟越難。呢啲技術有幾犀利呢？可以咁樣講，就算數據被刪除或者係硬盤被格式化，專業人員都有能力重建證據鏈。呢啲人嘅資金每一筆流向都清晰可辨，實現精準溯源。呢種能力係真嘅喺度秋後算賬。地方上早已開始行動啦，部分城市將當地投資平台嘅大額資金數據全部接入咗統一嘅監管平台，錢從邊度嚟到邊度去，一目了然。監管嘅大網唔單止覆蓋國內，早已延伸至全球。通過獵戶、天網等專項行動，我國已經同120幾個國家建立咗合作關係。呢個意味住，無論你匿喺邊度，只要有問題，都可能被追查到底。呢個仲未完，監管觸角已經深入到咗最基層嘅環節。專項整治不動產登記環節嘅亂象，並且制定針對性措施，徹底堵死漏洞。從國際合作到基層實踐，呢個被從業者帶來咗巨大嘅心理壓力。大家驚嘅唔單止係而家被拉嘅現行，更驚嘅係過去嗰啲唔規範嘅操作，隨時可能被翻舊賬。呢種恐懼直接導致咗一部分高管選擇主動離場。高管着草唔陪玩啦。今年前7個月，重點房企嘅高管調整就超過咗50次。萬科嘅新傑喺10月13日宣布辭職，華發股份嘅張毅同埋張遠亦都分別喺10月同埋6月離職。大家都係用個人原因嚟解釋，但實際上就係扛唔住背後嘅壓力。而家撈房地產遠遠比唔上以前，最直接嘅壓力就係業績。市場下行，房屋唔好賣，債務壓頂，高管嘅日子自然唔好過。當年人人羨慕嘅香饽饽，而家成咗燙手山芋，扛唔住壓力，走人實在太正常啦。行業唔可以再靠老一套嘅攞地擴張模式玩落去，轉型成咗唯一嘅出路。比如萬通發展，為咗進軍高端芯片領域，收購咗數道科技嘅股權。管理層自然亦都要大換血，以適應新嘅業務賽道。仲有一啲家族色彩濃厚嘅企業，亦都喺度主動或者被動向現代化嘅職業經理模式轉型。內部變革必然會伴隨住人事上嘅洗牌。舊時代嘅功臣未必係新時代嘅舵手，所以呢啲個人原因亦都冇咁個人，只不過係對房地產嘅未來表示擔憂。而家做出只係緊急避險操作啫，咁同樣令人敏感覺察到房地產確實係走到咗一個時代更迭嘅尷尬時段。亦都有好多人並唔係想離開呢個行業，但係規則嘅改變係冇辦法嘅事，
只係跟唔上節奏，咁只能選擇離開。洗牌重嚟，邊個能上台？一個行業發生規則上嘅改變，陣痛係必然嘅，但亦都喺度催生一個結構更優、邏輯更健康嘅房地產新生態。市場正通過最殘酷嘅優勝劣汰法則，完成自我淨化。嗰啲過去靠高槓桿野蠻生長起嚟嘅企業，正被加速出清。數據最有說服力。至今已有70幾家房企出現咗債務違約，20幾家房企黯然退市。與此同時，今年以嚟已有風險房企嘅重組方案獲得批准，債務風險得到化解。呢個意味住市場嘅更迭正喺度加速，活落嚟嘅企業亦都喺度尋找新嘅出路。有啲選擇徹底跨界。文泰科技嘅前身就係一家房企，轉型半導體後，今年上半年淨利潤暴增，呢個提供咗一個成功嘅卡櫃樣本。更多嘅企業就選擇咗回歸行業嘅本質，佢哋開始探索商品房加保障房加租賃房嘅多元供給模式，將重心從資本驅動轉向人才同埋技術嘅驅動。同呢個相呼應嘅係，今年前9個月原房銷售嘅佔比悄然上升。呢個標誌住行業嘅發展邏輯正喺度發生根本性嘅轉變，所以2025年我哋睇到嘅種種震盪，真嘅唔係一場房地產嘅危機，只不過係市場進化過程中淘汰咗唔需要嘅嘢。房地產行業正喺度告別嗰啲依賴投機、依賴槓桿嘅黃金時代，回歸到房屋係用嚟住嘅呢個最樸素嘅本質。呢場變革淘汰嘅風險企業，亦都令一啲人黯然離場。陣痛在所難免，但佢亦都為咗行業長遠發展掃清咗障礙，逼住所有從業者去思考點樣先可以做出更好嘅房屋，提供更好嘅服務。一個監管更透明、產品更優質、發展邏輯更穩固嘅房地產市場，正喺廢墟上重建。呢個對成個國民經濟同埋民生福祉嚟講，無疑係件好事。房價指數降幅已連續9個月收窄，呢個或者就係市場企穩嘅初步信號。腳踏實地嘅時代正喺度到嚟。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感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期不見不散，拜拜。